继续来看香港有一对爸母带囡仔去参加着佚佗米啊展览会，囡仔徛伫迄个所在，想讲后壁有他拼，就甲拼落，结果所拼的是一身大身的天线宝宝的翁仔，这个翁仔是瞬间倒去喙去，家长赔人台票将近11万。但是事后家长看这个监视器，认定业者甲因讲歹啊。 因为业者无做好着保护的措施，嘛应该来负责。这个事件引起着袂少的讨论，大家拢讲，父母带囡仔出门，真正是爱真注意。短短6秒画面引起网络有真侪人伫讨论，用慢动作看一摆，这个囡仔拼一个翁仔，想到这个翁仔倒去，这个囡仔嘛拍算要甲扶，抑过已经袂扶啊。这个翁仔砰着一声哇，长几啊节，现场看到人拢惊到因老母是气甲唔知要安怎较好。 看一个真，这身翁仔价值港票52800块，差不多是新台票20万，并且有写讲脑损害爱照这个价小赔。买手囡仔老爸老母甲业者参详，甲赔33000多块的港票，差不多是11万的新台票。验过一个转去了，大人看画面了，质疑讲，这个业者嘛无尽到保护这个翁仔责任，意思讲囡仔甲下倒去，质疑讲业者得干卡油。 业者是讲，这身天线宝宝大型翁仔是头一版的原型制品，52800块是官方定的价销，无叫因赔遐济钱。当时强调讲，赔偿金额是囡仔老爸老母讲的，唔是头家要求的，因会主动甲迄对爸母联络。影片甲这个事件伫网络发烧，大家拢讲，大人带囡仔出门真正爱较细致咧。 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